最近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問 Jojo 咧，響中山市中心買一套大平層會唔會好貴呢？咁依家咧現時我身處位置就係中山市區嘅位置啦。呢度咧用你買普通住宅嘅均價14,500到16,000一方，你就可以攞低呢度嘅大平層啦。仲要係現樓，仲要咧送埋你全屋嘅裝修，佢仲要係啲央企一線大品牌俾你。睇到呢度，你以為就冇嘢送啦？唔係啊，現時咧買呢度咧仲送多你2年嘅物業管理費。呢度咧係位於中山市區位置，真正做到咧雙貼嘅上蓋物業。高鐵18號線嘅地鐵都響屋苑700米距離，從屋苑出發35分鐘咧就到達客運口岸。對於揸車嘅朋友仔咧都係好方便，周邊5分鐘就可以上我哋嘅深中通道出入口。咁周邊配套都係好便利，10分鐘內涵蓋咗周邊3大商圈。屋企門口就係人才公園，屋苑自配幼兒園，多個名校圍繞住佢。以上咧就係我哋嘅屋苑啦、交通以及佢嘅配套實況。咁我依家咧行到入嚟我哋嘅內園入邊啦，有冇覺得有種好乾淨、好企理嘅感覺啦？咁買依度咧你就唔需要擔心騎樓問題，因為佢所有流動咧都已經係整好晒、起好晒噶啦。咁佢依度咧係屬於我哋中山市區入邊最大嘅園林。租咗6.5萬方嘅港人社區，全齡階段嘅配套，配埋呢一個3000方嘅會所，有恒溫泳池、健身房、瑜伽室、棋牌室等，相當於成為呢度嘅業主就可以享受到5星級酒店同款會所啦。聽講咧，業主成為呢度會員咧，仲有 discount。呢度在售面積係89到178方嘅，先嚟睇下呢一套咧178方，成個小區嚟講咧，佢嘅性價比係最高嘅，因為咧佢178方均價響14,500到16,000之間嘅，門口一入嚟呢一忽全部都係贈送嘅，你可以好似佢咁擺鞋櫃嘅。咁門口一入嚟咧嘅左手邊咧有一個隱藏洗衣機嘅位置，又美觀又方便。咁你哋買呢度可以參考呢個設計嘅。哇！你睇到全屋係零過道㗎，咁佢嘅客廳做咗7米嘅開間，成60個方嘅。咁廚房嗰度咧係半開放式嘅中西雙廚佈局嘅，呢度咧係做咗5個房間嘅，咁4個衛生間。先嚟睇下我哋一入門口咧嘅右手邊呢度嘅，咁佢都係一個雙套間啦。你可以睇到每個房間佢空間都唔會話太細嘅，咁所有我哋日常用到嘅嘢啦，即係我哋嘅書房啦，同埋咧擺我哋嘅衣帽間嘅位置都係完全 OK 晒嘅。客廳盡頭咧都係一個雙套間，本身係5房，其中一間房咧佢2個房打通咗。呢度係多功能嘅佈局，兼顧咗咧家庭嘅實用以及空間感嘅。其實咧選擇屋苑真係好重要㗎，呢度只要用普通住宅嘅價格，你就可以擁有一套大平層啦。呢度均價咧係14,500到16,000之間一方嘅，咁佢現時買呢度咧係送你2年嘅物業管理費啦，同埋送你全屋嘅精裝修，仲有全屋嘅部分家私家電嘅。感興趣嘅話咧，即刻 call Jojo 啦，Jojo 帶你成為灣區業主。